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3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以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45天，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45天，也是哈梅內2繼續音信全無、人間蒸發的第45天。這個伊朗的局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三折。這個周六，美國和伊朗雙方在巴基斯坦談判崩了，第一個回合啥也沒談成。結果緊接着周日，這特朗普一刻都不消停啊！我在前幾天說了，特朗普這個周末最好是給中國的小散喘口氣，過一個祥和平靜的周末。結果先是周六傳來談判失敗的消息，周日這個特朗普居然要封鎖荷爾木斯海峽，這一招狠。特朗普他發了一個帖子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個貼文，他說會談進展順利，大部分要點都達成了共識，但唯一真正重要的要點就是其他的皮毛都沒問題，但是核心沒談成。特朗普特意說了，核心關鍵問題就是核問題，所以特朗普宣布，從即刻起，美國海軍這支世界上最優秀的海上力量將開始對所有試圖進出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實施封鎖。終有一天，我們會實現所有船只均可進入、所有船只均可駛出的局面。但伊朗僅通過一句“某處可能有一枚水雷”，只有我們自己知道，這種話就讓這一局面無法實現。這是全球勒索。世界各國領導人，尤其是美利堅合眾國的領導人，絕不會被勒索。我還命令我們的海軍在公海上搜尋並攔截每一艘向伊朗繳納過通行費的船只，任何繳納非法通行費者都不得在公海獲得安全通行。我們還將開始摧毀伊朗人在海峽中布設的水雷，任何伊朗人膽敢向我們或和平船只開火，都將被炸下地獄。伊朗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結束這場已經使其國家滿目瘡痍的局面。他們的海軍已不復存在，空軍也已覆滅，防空和雷達系統形同虛設。霍梅尼及其大部分領導人已經斃命，這一切都是因為他們的核野心。封鎖即將開始，其他國家也將參與此次封鎖，絕不容許伊朗通過這種非法的勒索行為牟利。他們想要錢，而更重要的是，他們想要核武器。此外，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已經完全處於子彈上膛、目標鎖定的狀態。我軍將徹底消滅伊朗殘餘的微不足道的力量。這個是特朗普的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宣言。我在昨天節目我就說了，標題叫“萬斯背着黑鍋敗走伊斯蘭堡，川普大發淫威強通霍爾木茲海峽”。果然，你看，今天特朗普宣布了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要強行去排雷，也就是把伊朗人放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那些水雷都給找出來排除掉。我看有很多媒体說，就尤其是简中这個新聞，把這個理解為特朗普要圍堵霍爾木茲海峽，這種理解是不對的。特朗普不是這個意思，特朗普是要圍堵伊朗的原油出口。這是第一個。你想，伊朗人在這個巴基斯坦談判表現出來的和以前是一樣，就準備拖延。他為什麼選擇萬斯做談判對手？實際上也要玩那一套，因為萬斯是反戰派，不喜歡打仗，有這個叫觀念在，那伊朗人他就會利用萬斯這個弱點，他就是極限拖延。拖延的時候，伊朗自己的油輪還是可以出去賣油的，一點都不影響，而且油價還漲了，伊朗它的收入還在增加。如果海灣國家其他的油輪你出不去，人家把海峽封鎖了，那形成一個什麼局面？那就是越拖對伊朗越有利，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所以我以前就建議特朗普應該占下哈爾科島，再跟伊朗人談判，誰拖對誰不利。伊朗你拖对你不利，你沒有錢。結果現在形成這個什麼局面啊？越拖對伊朗越有利，因為油價在漲，完了伊朗的石油它能出口，其他的國家的油輪還有海灣國家的石油出不去，油價還要漲。那特朗普你說能受得了這個嗎？所以說特朗普第一招就是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這個封鎖打個引號，它實際上是封鎖伊朗的油輪。
這一招厲害，但是這一招叫双刃劍。你這一封锁伊朗的油輪，那伊朗現在每天据說是200万桶原油出口，那整個市场上又少了200万桶供應，那這個油價又要飆升，飆到什麼地方不知道，對吧？有人說150美元一桶，甚至有的人說要200美元一桶，那就看這个事情堅持多長時間。這個對特朗普來說是個雙刃劍。那特朗普為什麼這麼選擇？恐怕是他現在登島佔領哈爾克島，再去佔領霍爾木茲海峽，他美國國內恐怕還有反對的聲音，特朗普下不了決心，所以他就採取這種措施。這個措施叫雙刃劍。當然特朗普自己也說了，油價短期會上升，但是等他把這一切搞定，油價只會下落。這是第一個事情。第二個，這特朗普說了，所有給伊朗交過路費的這些油輪，特朗普要派美國海軍要追到天涯海角。他這個可不是開玩笑的，他追到天涯海角什麼意思？要麼就是要扣押你的船，要麼是扣押你的貨物。有這特朗普這一招狠，這就是以這個流氓手段對付流氓。我覺得特朗普很有意思啊，你們能給伊朗交錢，那為什麼不能給我交錢？伊朗在那兒一攔收過路費，你們乖乖的交，那我收为什麼你們就不交？憑什麼？特朗普這麼一整，好像你看現在世界上就是這樣，你比如說歐洲，你比如說日本、韓國。還印度，他們都紛紛去找伊朗談判，請求伊朗放行。為了讓伊朗放行，他們都紛紛譴責美國和以色列，多多少少都這樣。那個韓國李在明，他就譴責以色列，他不敢譴責美國，對不對？他不敢說特朗普，但是可以說以色列。實際上，在打伊朗這個事情上面，以色列和美國完全一致的，共進退的。你批評以色列，那不就是批評特朗普嗎？雖然你沒有直接批評特朗普，那特朗普他非常不開心。歐洲也是的，他們紛紛找伊朗談判。伊朗做這個車匪路霸，攔着海峽收費，你們跑去求他，我在這兒主持正義，你們還在這兒跟我說三道四的，不幫我也就算了，你還在去求伊朗，那就誰都別走。所有求伊朗的，給伊朗交過路費的，統統給他攔下來。我覺得這一招特朗普挺狠的，走伊朗人走的路，讓伊朗人無路可走。真的伊朗人都無語了，伊朗人說這種事情不是我幹的嗎？你這農賣大爺的你也當強盜是嗎？還有天理嗎？這種事情就是伊朗幹是可以的，你美國怎麼能幹這事呢？所以說伊朗的革命衛隊現在已經傻眼了，不知道接下來怎麼辦了。這一招狠，為什麼我說特朗普他不是說把他海峽封上誰也別走，不是這個意思。但是我看很多簡中的媒體那報道的就是特朗普要把這個海峽給堵上，誰也別走。為什麼？你看美國中央司令部宣布將對伊朗港口所有海上交通實施海軍封鎖，將於美東時間4月13日早上10點正式開始。封鎖針對所有進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區域的船隻，包括阿拉伯灣和阿曼灣所有伊朗港口，對各國船隻一視同仁執行，但明確不影響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前往非伊朗港口的船隻自由航行，不會干擾全球其他石油運輸。美國中央司令部已經發了通告了，從美東時間4月13號早上10點，那就是咱們這時間是今天晚上10點。你看它封鎖的對象是所有進出伊朗港口的船隻，你就別走了，全部要封。但是波斯灣裡面的所有的其他國家的港口，其他的船隻自由通行，不受任何影響。所以說特朗普這一招狠，這一招，但是這一招我剛才已經說了，它是雙刃劍，這個會導致油價飆升。那看特朗普自己能不能扛得住，不要過2天油價一升他也受不了了，又開始緩和。因為畢竟伊朗的一天200萬桶的油，這個影響還是不小的。這是精準封鎖伊朗的石油出口。特朗普還特意說了，有些國家他點名了東大，說你可以不去伊朗買油，你可以到委內瑞拉買油。說就這個大國而言，大國可以將其船隻派到我們美國這裡來，也可以派到委內瑞拉去。他說我們美國告訴大國，從委內瑞拉購買吧，我們有大量過剩產能，我們會把這些產品賣給大國，而且很可能以更低的價格出售，就是賣得更便宜。就你們到我這買就完了，不要擔心沒有油用，你就不要去伊朗那兒買了。
所以說，特朗普這個決定，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且也打了很多國家的臉。就什麼國家？伊朗在那兒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這本身是違法的。你跟美國打仗，你跟以色列打仗，你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你影響世界其他国家，這本身就是伊朗不对。你其他的国家應該找伊朗去理論，或者是叫什麼勒令他、譴責他。但是這些國家紛紛跑去求伊朗軟骨頭，對不對？那特朗普就很生氣，核不擴散不是美國一家的事，不允許神棍政權擁有核武器，這不是美國一家的事，也不是以色列一家的事，只不過他俩人更熱心，他們認為風險更大，所以人家要先來管。但是歐洲、日韓，特朗普是特別看不過去的，尤其日韓，特朗普算賬，說我們在日本、韓國得有5萬的士兵駐紮在那兒保護他們。結果他們不僅不支持，反而跑去跟伊朗勾肩搭背的。那個日本人據說給伊朗就交了錢，幾艘船出來了。韓國為了從霍爾木茲海峽過，得到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許可。李在明譴責以色列，那你說特朗普他能受得了嗎？你們都這麼幹，得了便宜也賣乖，完了背後還要指責特朗普不該發動戰爭。特朗普選擇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掀桌子，大家誰也別吃了。伊朗的桌子掀了，對吧？日韓這些人桌子也掀了，你們自己想辦法就把霍爾木茲海峽搞通吧。搞通什麼意思啊？特朗普還要求你不能去求人家出錢給買路費，這個是不行的。如果你採取這種方式給伊朗交過路費，那你這船跑到哪裡都要被追捕，石油要扣押，所以逼的這些國家，你們對伊朗就要硬氣起來。你們被伊朗的說海裡面有幾顆水雷就嚇壞了。我在前幾天就說過了，霍爾木茲海峽它不是問題，核心問題還是核鈾濃縮的問題。鈾濃縮這個問題不太好解決，霍爾木茲海峽這問題好解決。但是特朗普選擇了一個不死人的，這個對美軍士兵來說啊，風險最低，他不要登島，他也不用去派兵攻占霍爾木茲海峽，他就封鎖伊朗的原油。但這個不是善策，因為會導致美國的通脹更加嚴重，原油價格上漲，特朗普恐怕自己扛不了1個月。要麼他就允許俄羅斯的石油再給他延長，他上次不是給他延了給他1個月的解禁嗎？很有可能給俄羅斯的原油再延長，這個對普京來說也是個好消息，那對烏克蘭來說也是個壞消息。所以特朗普說，我們將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這需要一點時間，但很快就會見效。伊朗進來的時候好像手裡握着王牌，但他們根本沒有王牌。也就是說，伊朗你拿霍爾木茲海峽當牌打，那人家美國人就不能拿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当牌打嗎？你以為你掌握了這個牌，美國人就不掌握這個牌嗎？所以胡一靜老師說霍爾木茲海峽叫什麼不對稱優勢，那你是建立在大家都是君子的情況下，你耍流氓，人家是正人君子，治不了你。你這種情況只能在一方是正人君子的情況下，你耍流氓，人家拿你没招。你不知道特朗普人家不是正人君子，人家是叫不讲武德，人家不受束缚。对特朗普的束缚就是特朗普自己的什麼道德觀，特朗普自己說的。所以你拿霍爾木茲海峽當牌打，那人家也拿這個當牌打，你就受不了了。革命衛隊傻眼了。根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12日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頻道採訪時說，美國不會允許伊朗通過出售石油賺錢。特朗普在採訪中還稱，伊朗方面還沒有離開談判桌，我預測他們伊朗會回來給我們想要的一切。我已經告訴我的團隊，我要全部，也就是全贏。我剛才已經說了，那特朗普是絕不能容忍伊朗拖。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收費，一個他石油出口收入增加了，因為原油價格漲了，伊朗第一個便宜占了。第二個，所有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原油一桶給伊朗交1塊錢，你想一想，那他這一年能掙多少錢？就收過路費，他也沒提供服務，他也沒成本，那就相當于你這所有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恨的原因。你這所有的國家都在給伊朗交錢，都在養伊朗，那伊朗更有底氣，更有這個資源跟美國耗。這就是特朗普最恨的，你們居然給伊朗交錢。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台12日報道，伊朗海軍司令，一個沒有海軍艦船的司令，實際上跟蒙古的海軍差不多了已經，
叫伊朗的海軍司令叫伊拉尼表示，美國威脅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實屬極為荒唐可笑之舉。伊拉尼說，伊朗陸軍、海軍將士正對美軍在地區內的所有動向實施全面追蹤與監視。革命衛隊海軍發出警告，任何錯誤的舉動都將使敵人陷入海峽中致命的漩渦。這個革命衛隊的發言人說，目前霍爾木茲海峽所有船只活動都在其武裝部隊的嚴密監控與完全掌控之下。伊朗高級官員里薩伊說，美國正如在試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時遭遇歷史性失敗一樣，在實施海上封鎖行動上也是注定會遭遇失敗。伊朗武裝力量不會給予美國這樣的許可，並且擁有尚未動用強大反制手段。伊朗不是一個能靠維持和空想計劃就能封鎖的國家。說最狠的話挨最毒的打，這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一個沒有任何艦船，就海軍的所有的船都已經炸到海底下去了。伊朗不是靠幾條推文和一些臆想的計劃就能封鎖的地方。伊斯蘭革命衛隊沒想到會有這一天，自己被別人反封鎖。他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人家反封鎖他。特朗普生氣是有道理的，伊朗人就在霍爾木茲海峽扔了幾個水雷，好吗？你們這些國家船都不敢走，紛紛給人家去交保證金、交過路費。那現在就形成一個什麼局面？現在的局面就比較簡單了，一個就是伊朗国內經濟崩潰的速度快，還是國際油價上漲速度快，導致美國通脹，特朗普受不了。看這兩個誰先扛得住。現在就變成這樣，對伊朗來說一滴油都賣不出去，你就別想有收入了。那就看伊朗国內你能扛多久，什麼時候崩溃。美國這邊那就是扛通脹，如果油價真的漲到150，資本市場也扛不住，美國的股市有可能繼續下行，特朗普能不能頂得住？所以現在就拼這個。實際上很多人都知道，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收費是於法無據，完全就是亂來。但是居然那麼多國家由着他，很多談判還说鼓掌叫好。4月12號，新加坡外交部長巴巴基里希南，他接受这個國會問詢的時候說，議員問他新加坡是否會與伊朗談判，確保新加坡船只安全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他一樣，新加坡也面臨着日本、韓國這樣的問題，你的船也從霍爾木茲海峽出不來啊，對吧？那新加坡會不會找伊朗去談，給人交錢？新加坡外長明確表態拒絕任何此類談判，他還說理由，他以新加坡自身海峽地理事實為例，強調新加坡絕不會利用自身狹窄海峽優勢違反國際法。他重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海洋憲法，航行自由是權利而非特權。新加坡的立場是堅守原則而非選邊站隊。馬六甲海峽、新加坡海峽實際上是另一個關鍵的咽喉要道。如果把所有海上石油、原油和成品油加起來，實際上通過馬六甲海峽的這個就是能源的流量比霍爾木茲海峽多得多，也就是馬六甲海峽比那個霍爾木茲海峽更重要。誰在那兒收錢了？如果想到全球貿易、集裝箱貿易，通過這裡的流量那就更大。也就是說，馬六甲海峽是全球比那個霍爾木茲海峽更重要的一個地方，而且還更窄。誰在那兒收費了？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可以收費，那人家這兒也能收費，馬上就要收費。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霍爾木茲海峽最窄處是21海里，而新加坡海峽最窄處不到2海里。你說誰更有資格收費？所以說，這個有很多國家確實在這個事情上面讓人失望。伊朗在那兒一攔收費，馬上就過去交錢求饒。那哪天新加坡是也要收費，或者馬來西亞，或者是印尼，反正那附近的幾個國家都想辦法收費，你都得交唄。所以特朗普這一招這叫魚死網破，特朗普這一招叫置之死地而後生。來看看他能不能成功。因為現在我剛才說了，一個是拼伊朗崩潰的速度和美國通脹的速度，美國股市波動下跌，特朗普能不能扛得住？這個是叫伤敌800，自損也是800，或者叫傷敵1000，自損800。
這一招。但是我一直說，在我看来，還是派部队占領哈尔科島，去疏通霍尔木茲海峽，把海峡两岸一掰，对吧？搞個緩冲区。虽然美軍可能有傷亡，但是這個才是根本之道，這個才能真正的解決問題。但是不能排除特朗普很有可能下周可能要派部队，這個地面戰還是選擇，不是說就放棄了。首先，4月12號，以色列媒體援引以色列國防部高官的消息報道稱，以軍已進入高度戒備狀態，正在為重啟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做準備。根據《華爾街日報》4月12日報道，美方官員及知情人士稱，特朗普及其顧問正考慮在對霍爾木茲海峽實施封鎖的同時，恢復對伊朗有限軍事打擊，以打破當前的和平談判僵局。特朗普說，在適當時間，我們會完全準備就緒，我們的軍隊將把伊朗的殘餘力量終結。4月13號，今天早上，伊朗的外長阿拉戈齐在社交媒体發帖說，他抱怨，他說在47年來最高層級的密集會談中，也就是这一次美國的萬斯和伊朗的議長在巴基斯坦的會談，這是47年來美伊雙方最高級別會談。伊朗本着誠意與美國接觸，旨在結束戰爭。顯然這個說法已經跟以前說法不一樣了，以前說伊朗不談判，伊朗要死戰到底，絕不談判。現在也說本着誠意跟美國要談判。你看看，這就是嘴上說着不要，身體很誠實，對吧？然而就在距離達成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僅一步之遙時，我們遭遇了美方的極限施壓，不斷更改目標以及阻撓封鎖。美方沒有汲取任何教訓，善意應換來善意，敵意將招致敵意。從阿拉戈齊的這個抱怨來看，實際上伊朗是非常想達成協議的，但是接受不了美國的紅線。伊朗外長的意思是，美伊雙方達成協議就差那麼一步，這一步責任就在美國，因為美國不停的提高它的底線，就這意思。阿拉戈齊還說，他說美國表現令我們感到失望。內塔尼亞胡在會議期間對萬斯的通話，將焦點從美伊談判轉移到了以色列的利益上。美國試圖在談判桌上實現他無法通過戰爭實現的目標。我們懷着誠意來到這裡。萬斯離開巴基斯坦前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是不必要的。我們致力於並準備好維護我們國家的利益和主權。這個阿拉戈齊的抱怨很有意思，他首先指責萬斯被內塔尼亞胡遙控了。你看，這個伊朗人本來說這個維特科夫和庫什納代表了以色列人，所以我們不跟他談，我們要跟萬斯談，因為万斯是主和派。結果萬斯來談完，這伊朗人又說啊，那個內塔尼亞胡在場外啊遙控萬斯，萬斯代表了以色列的利益。這第二個，阿拉戈齊說的更有意思了。就是說你談不成歸談不成，你為什麼要在臨走的時候還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你這個新聞發布會沒有必要，這個很有意思。萬斯也壞得很，對不對？但是萬斯是按照慣例，國際慣例，談完之後人家也跟記者說大概談了些什麼東西，這叫公之於眾。結果他這一公之於眾，伊朗人就不高興了，因為你這都已經跟媒體講完了，那伊朗人他就沒有辦法回去暗箱操作，回去騙他们的版本，对不对？萬斯說的就是幾點意思，第一個就是零濃縮鈾，把濃縮鈾交出來400公斤的，你不交出來我們就自己去挖，把你的所有的離心機也要拆掉，什麼原子能機構也定期去檢查，也就是讓你承諾永遠不搞核武器。這玩意能在伊朗國內宣布嗎？你這個萬斯，你這在巴基斯坦你把這一說，那你說伊朗人他怎麼回去操作？所以說阿拉戈齊很生氣，你这本來人家回去準備發個波斯語的就完了，騙一騙伊朗國內的談判，還印度的談判，還有那些川黑，結果你好嘛，你這萬斯在媒體面前把這全吐露出去了，沒法操作，全世界都聽見了，有這必要嗎？這就是阿拉戈齊的意思，沒有給伊朗人留下任何操作的空間，說明萬斯吃一堑長一智。不想再被你這什麼英文版的、波斯版的、什麼各種版本的這種烏七八糟的繞來繞去的，人家直接在這個媒體面前竹筒
倒豆子全倒出來了，和盘托出。而且万斯说了，这就是我们的底線，這就是我們能開出的最好的價錢。伊朗方面，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納巴維安在社交媒體發文稱，在談判過程中，美國、伊朗存在3項重大原則性分歧。哪3項？第一個，美方要求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收益與管理中利益均分。第二個是美方要求伊朗將所有豐度為 60% 的濃縮油全部運出境外。第三個是美方要求剝奪伊朗在未來20年內所有的鈾濃縮權利。納巴維安強調稱，伊朗代表團堅定不移地捍衛了國家利益，抵制了上述無理要求。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4月12日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中說，伊朗已完全做好準備，以達成一項能夠實現地區持久和平與安全、平衡且公平的協議。佩澤西奇揚就伊斯蘭堡談判進展向普京做了通報，稱美方存在雙重標準與貪得無厭，是達成公正協議的最大障礙。他強調，伊朗的紅線是國家利益與民族權利，並表示，如果美國遵守國際法框架，達成協議並非遙不可及。佩澤西奇揚再次強調，如果美國政府停止帝國主義行徑並尊重伊朗的權利，肯定會找到達成協議的途徑。佩澤西奇揚說這麼多，實際上就一個意思，就是伊朗願意談判，還談，傳達的就這個意思，不是說不談了，把門關上，愛打不打。佩澤西奇揚說1000道1萬，就是我們還想接着談。伊朗的議長什麼態度呢？伊朗法爾斯通訊社12日報道，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談判返程時表示，美國唯一出路是贏得伊朗民族的信任。如果再次考驗伊朗的意志，伊朗將給美國一個更大的教訓。卡利巴夫感謝伊朗民眾積極響應最高領袖號召，持續出現在街頭，稱此舉對伊方捍衛民族權利給予極大幫助，並對對方產生直接影響。他說，我本人親眼見證這一效果。美方談判歷程超過20小時，雙方進行了極為嚴密、嚴肅且充滿挑戰的會談。伊方舉措展示誠意，推動了談判進展。他表示，伊朗對美國不信任已有77年歷史，不到1年內，伊朗2度在談判期間被攻擊，因此應由美方來贏得我們的信任。但在這方面，我們在談判中從他們身上甚少看到相關努力。他喊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如果要打仗，我們奉陪；如果以理性來談，我們理性相對。伊朗不會在任何威脅下屈服。也就是說，無論是伊朗的總統佩澤西奇揚，還是伊朗的議長卡利巴夫，曲裡拐彎的表達的意思就是跟美國還要談，接着談，千萬不要動手，談判的大門沒有關上。伊朗媒體報道說，這個伊朗的領袖穆杰塔巴對白宮說，你們祈求停火是為了重新武裝，我們允許停火是為了暴露你們的軟弱。無論你們2週內帶來什麼，我們2天內就能消滅。我們的導彈和無人機力量10年內都不會耗盡，每損失一個，我們就補上1000個。穆杰塔巴說，如果你們回來，我們就回來。好了，至此，伊朗的3巨頭穆杰塔巴，對吧？佩澤西奇揚、卡利巴夫都表達了願意談判的意向，還要接着談。穆杰塔巴前面說一堆的不重要，他關鍵是最後一句話，叫如果你們回來，我們就回來。如果你們回到他們桌這兒，我也回來，不就這意思嗎？所以我看從氣勢上，伊朗是不行了。實際上，從伊朗派了一個摩托艇去騷擾美國的2艘導彈護衛艦，就可以看出來，伊朗確實沒力量了。他拿什麼去跟美國的那個軍艦對抗？一個小摩托艇，那個摩托艇是在各個海濱浴場、各種景點，是遊樂項目那種摩托艇，開到美軍軍艦前面喊話，你只能說是伊朗人確實還有一點大無畏的精神。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看這個是伊朗人能扛餓，還是特朗普能扛通脹？保不齊在今天晚上，也就是美股開盤之前，特朗普又要說軟話，要緩和一下這個氣氛，要不然美股跌得太厲害也不太好。總之，特朗普他要畫 K 線。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